步入退休階段，可能面對冇固定收入、醫療開支等問題，要能夠維持生活品質，又能夠延續財富價值，可能就需要預早部署。我哋預期壽命去到90歲啦，約莫。咁你話我60歲退休，即係話有30年嘅錢係要用㗎。咁你可以諗下啦。咁可能我30歲開始準備退休啦，可能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啦。最常犯嘅錯誤之一咧，就係遲咗開始。繼而咧就係投資組合啦，或者啲資產上面嘅錯配啦。因為退休計劃啦，頭先我哋舉例啦，可能一個30歲或者40歲嘅人士嚟講，一個中年人嚟講啦，講緊係一個20年甚至乎30年後嘅計劃嚟㗎。咁如果佢嘅配置係配置喺一啲可能係債券啦，又或者係一啲好保守嘅理財工具嘅話啦，其實咧佢就做唔到呢一個有效嘅複息效應。市面上有關退休規劃嘅金融產品五花八門，但未必每種都適合自己。李澄亨建議，首先要按退休後嘅開支比例審慎配置。我哋需要做好預算，因為退休之後咧收入係冇咗或者少咗，咁可能將開支分門別類啦。咁可能必要嘅開支咧就用最保守嘅工具去處理啦。舉例可能用年金。咁因為咧年金咧即係嗰個派發穩定啦，咁非必要嘅開支啦，咁啊繼續可以用翻我哋嘅投資組合，可能去股票啦、債券或者股債混合嘅一啲方式去處理，可以滿足咗基本必須嘅生活開支之餘，咁亦都可以咧繼續增值同抗通脹，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市況。有學者就認為，制定投資策略之前，最好有足夠嘅儲蓄應付生活開支。如果70歲咧，就應該係就100減70，就即係30喺股啊咁樣樣啦。債嘅可能係即係60% 啊，50% 咁，剩翻一啲就係現金啊咁樣樣。現金都係嗰個規則，最少半年。我自己就認為都係仍然咧，最少係2年。因為如果你買到啲投資產品咧，你冇買錯先啦。經濟有周期㗎嘛，2年之後佢會上翻嚟嘅。咁但係你2年如果冇嗰個嘅儲備喺度嘅話咧，可能半年你要開始賣咗呢啲即係仲係蟹貨嘅投資產品，咁咪真係蝕錢㗎啦。咁但係如果你有2年嘅呢個嘅現金流喺度嘅話咧，咁我唔使夾平夾錢買，我現金流應付到我生活咯。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23年預期平均壽命，男性達83歲，女性就88歲。醫務衛生局數據指出，香港人均醫療衛生總開支達38000蚊。李兆波建議預先部署退休所需嘅資金，同埋購買醫療保險，減輕退休後嘅財政負擔。醫療亦都唔係年輕嗰陣時佢買醫療保險喎，年老嗰陣時係好貴嘅喎，所以佢一定要係退休前期，即係退休之前5年啊、10年啊，計下我將會儲到幾多錢。跟住呢一嚿錢應付到個退休生活係幾耐？中間我話咧，通脹啊、醫療啊各樣嘢嗰啲咧，可能係令到佢嗰個嘅生活質素唔能夠好似預期咁樣嘅喎。但係咁所以咧就即係要做幾個嘅組合嚟到睇翻咧，就邊一個嘅組合係適合佢自己嘅。咁呢個長壽風險咧，就即係自己要諗諗啦。即係話一個叫做我唔知呢個叫做好嘅情況，一個壞嘅情況啦。你話長壽應該係好噶嘛，但係你唔夠錢使就變咗壞嘅。由於年長嘅投資者風險承受能力較低，李兆波建議投資時應該偏向保守，例如選擇銀行嘅定期存款，以及本港政府發行嘅銀債。如果有較充裕嘅資金，甚至可以考慮長年期嘅美國國債。係美國嘅國庫券咁樣，雖然係美金，但係美元對港紙基本上面係匯率1比7.8，冇咗個匯率風險㗎啦。咁而家美國啲國庫券10年、30年都4厘幾嘅，咁夠錢就要搏，但係搏隨時係連佢個筆都冇埋咧，我就唔係好建議。有調查指出，有過半數受訪者認為需要超過500萬元儲蓄先至可以安享退休生活，但普遍對投資知識不足。只有20%人表示了解市面嘅退休投資方案，並以銀行定期同埋活期存款作為主要嘅退休儲蓄選擇。傳統嘅智慧可能覺得退休之後咧就係最好都係主要係存款或者現金為主，咁或者甚至一啲係好保守嘅債券。咁但係咧
我哋對於嗰個嘅投資市場或者係退休市場嘅認識同經驗咧，其實保持翻一個合適嘅股票組合咧，合適嘅股票比例咧，其實可以令到嗰個投資組合嘅壽命延長到啦，亦都可以改善到嗰個現金流啦。其實如果退休後嚟講咧，我哋一般開始咧就覺得中性少少嘅配置，可能大概係50% 左右係嗰個嘅股票比例啦，咁50% 係債券啦。咁退休之前咧，如果大概係10年左右嘅時間咧，我哋覺得可以係60% 係股票啦，40% 係債券。隨住人均壽命越嚟越長，唔少人年屆退休年齡都未正式退落嚟，甚至會選擇退休後再就業。陳偉文提醒，要因應唔同嘅人生階段，適當部署投資策略。整體上，我哋都係睇翻進取同埋保守類型嘅資產類別嘅配置啦，睇翻嗰個嘅退休嘅階段，究竟係退休前啦定退休後啦。咁退休前你可能可以進取啲，退休後你整體上係保守啲。退休後再就業咧，你其實係可以變得翻進取少少。咁個原因都好簡單，就係因為你已經有翻收入啦。咁你亦都咧係有有工作咧去支持翻你嗰個退休嘅安排啦。咁你繼續可以做一個投資嘅動作。如果希望及早作出長線嘅投資部署，陳偉文建議可以考慮科技或者健康護理行業主題相關嘅投資機會。呢啲行業個波動性咧，其實一般嚟講都會比較高少少。咁但係如果能夠有嗰個足夠嘅時間去做一個長線投資咧，整體上對於嗰個投資組合嘅收益咧係會有幫助。不過呢啲行業咧，始終都會係一啲高增長一啲嘅行業，咁所以配置嘅比例要幾多咧？咁其實都睇返投資者自己本身處於唔同嘅退休階段。如果喺退休階段比較後期嘅話咧，咁可能喺相關嘅行業配置咧可以比較保守少少啦。咁如果喺退休前期嘅朋友咧，仍然可以保持一個適當嘅配置喺呢一啲行業嗰度。